首先真的辛苦你们了，尤其为了参加我们的县运，然后在暑假中你们牺牲自己的假期，然后受到指导老师的一个培训。相信在这个培训当中，你们学习很多，也成长很多，尤其在体力上看大家在奔跑上流了很多汗，相信这个流的汗是为我们未来的一个成功，也是达到我们未来我们想要的成绩而努力的。你们说是不是？尤其你大家真正辛苦尤其感谢咱的老师一直的指导我们也剩下不到几天，我们要参加县运，相信在你们的表现上能够突破自我，再创佳绩。尤其刚刚也听到老师也在搞我继续说，今年所有的选手真的大家都很用心，相信今年在成绩上我们应该是会得到一个很好的成绩。在此也是鼓励了今天嘛战场选咱一起在一起这些餐点还有一些营养品，也是跟你们做一个味道。然后在此也期许各位能够到县运，然后为鹿港再争光，你说好不好？好，谢谢各位感谢各位，谢谢。我们鹿港镇县运选拔33位的优胜的一个选手尤其在暑假来到我们鹿港体育场来做一个散开来收操，动作快点。8月14到8月16，来我们彰化县的一个县运尤其选手大家都非常的认真受老师的指导，在操场大家都很用心的一个学习以及